后来，这个美国若选出着新总统，到时阵蔡英文总统才有机会像4年前川普就任的时阵，甲新总统来通电话咧。外交部长吴钊燮讲，不管食冻散，咱甲美国的关系只会搁较好。若外交部嘛维持传统，用上界适当的方式来强势美国。另外，土耳其大地震，土耳其的总统伫地震了后推文感谢中华民国的友好甲支持，但是中国施加压力，结果网络顶中华民国去互提掉了。吴钊燮是谴责中国。爱琴海地区发生大地震，附近的土耳其影响上大，到即马已经62个人死去，920个人受伤。台湾友好协助，和土耳其总统埃尔段10月31号推文感谢友好国家伫咧大地震后的祝福和支持，擘打中华民国的国旗，不过过无到一天，定破文。国旗无起啊！人道事情上面，中国都要干扰，都要打压啊！我们表达遗憾，也对中国的作为加以谴责。台湾甲世界斗相共，目期待美国总统选举后，台湾美国的关系同款进步。不管是川普总统续任，或者是说拜登胜选，我们都会跟美国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。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敢会当变愈好？用实际例来看，外界较感受会到。像4当前，川普上任时，和总统蔡英文通电话，创下台湾美国断交头一个。只要美国的总统选举结束之后，我们都会用最恰当的这个方式，来向当选人来恭贺。因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，外交部问布林肯访问中，发现拜登和台湾总统通话问题，嘛，互部长甘来当保守回答。